我係5班班曾子柔。大家好，我係5班黃空橋。呢個就係我哋發明嘅作品，佢叫做小小火警保安。點解我哋想發明呢個小小火警保安呢？就係因為最近大埔雲福縣火災事件發生，當時7棟大廈火警鐘冇響，令到居民無法立即逃生。加上大廈嘅火警鐘成日都會有誤鳴，或者有火警鐘測試，令到居民好難分辨到邊啲係真嘅火警。為咗避免呢種情況再發生，我哋發明咗小小火警保安。只要我哋喺屋企大門附近安裝呢個小小火警保安，即使大廈火警鐘冇響，呢個偵測器都可以喺火警發生初期通知住戶，等居民可以即刻逃生。咁我哋嚟示範下點樣操作啦。當呢個火焰偵測器感應到火嘅時候，就會觸發咗屋外面嘅紅色 LED 燈警報鐘先至會閃，並透過 micro-bit 嘅蜂鳴器播放警報音效，住戶就唔使以為係火警鐘誤鳴，盡快逃生。同時 ，KOI-AI 鏡頭、手機或者 iPad 同埋火焰偵測器之間建立咗物聯網系統。當呢個 KOI-AI 鏡頭識別到屋入邊住戶嘅人臉，屋入邊嘅黃色 LED 燈就會亮起，代表有人喺屋入邊。咁樣屋入邊嘅住戶手機就會收到信息。希望呢一個發明小小火警保安可以幫助每家每戶，每次火警嘅時候，住戶都可以靠呢一個小小火警保安即刻逃生，減少人命傷亡。多謝大家。